后来继续是立法院上新的消息，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仔日原本要把7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退回到定数委员会，民进党团是表示抗议，道理进行表决的前一刻，国民党团临时撤回了。国民党团宣布撤回本提案，本案我们继续照议事处意见。 第30案未通过。后来一旦看到这个亮亮啊声结束了后，国民党团宣布撤回，民进党的立委是鼓掌欢呼。不过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讲，虽然放行着行政院送交的总预算案，但是呼吁行政院长杜英泰要赶紧来辩论着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法案的预算。 Hello， 我是张新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